一次3天。 ？3天一次，这样说你们在聊什么啊？我也想听。我是在跟叽里呱啦精灵讨论说，垃圾应该要多久倒一次才会比较好？对呀，如果不经常倒垃圾的话，垃圾就会发臭，而且还可能会长出小魔虫哦。小魔虫，我最讨厌小魔虫了啦。可是怎么都没有看到阿迪果和悠悠妹啊？哇，好重哦！优妹，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还提着这么重的垃圾，叽里呱啦，你该不会是跟阿迪古吵架了吧？还是阿迪古他怎么了？你赶快告诉我们啦！叽里呱经理，叽里呱经理，你冷静点啦，听悠悠妹说，听悠悠妹说。哎呦，我们没有吵架。你们刚刚是在讨论我吗？哎呦，我刚刚是因为在来的路上就觉得肚子很痛，所以就回去上厕所，才请悠悠妹同来天豆 left set 啦。同爱天豆 left set。就是我请悠悠妹帮我先丢垃圾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啊？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有奇怪的味道哎。奇怪的味道？没有啊，我都没有闻到。有一种粗胖胖的味道啊，在哪里啊？阿迪古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哎呀，就是我说有一种臭臭的味道啦，臭臭的。这个粗胖胖的味道，就是你，懒羊羊精灵。你是不是没有资源回收，把那个垃圾跟回收物全部装在一起呀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资源回收和分类，所以我就没有做分类了啦。哎呦，你这样收唔得，不可以，你这样会造成收垃圾人员的麻烦呢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啦。我们都要做好垃圾分类，还有资源回收。好，从今天开始就会开始做资源回收和垃圾分类。好像是垃圾车的音乐呢。那我们怎么还站在这边？要赶快去丢垃圾，不然会夫唔惨的。不会夫唔差的。嘿嘿，这句话就是说，快来不及。快！对，快来不及了！快点！赶快！你们的垃圾啦，帮我拿下垃圾，这个很重啊！不是我还没有做好分类啊！同爱天豆 left set，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帮我倒垃圾。粗胖胖意思就是臭臭的，妹夫唔惨意思就是快来不及了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语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。懂腔哦。使用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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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行路，形容滴答滴答永遠唔會行唔錯，一行到嚟一下做乜嘅？早晨8點 N 條應該做乜嘅？做完通實在好。One more, two more。做完通實在好。One more, two more。一年計劃早晨做，一年計劃春天做，做水做好身體好。拜託幫下汽水冇好喎嗱。使用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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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行路，形容滴答滴答永遠唔會行唔錯，一下行到嚟，一下做乜嘢？下晝2點 N 條應該做乜嘅？打電說吧，中國卡地快來快說說啊！打電祝福，匆匆而出多強強。打電拖把，什麼都唔好，但是要讚我模範 baby 出現啦！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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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見行路，形容滴答滴答永遠唔會行唔錯，一下行到嚟，一下做乜嘅？點啱6點 N 條應該做乜嘅？讓嚟多，讓嚟多。
分山里，分山里，一腳過來多嚟食。分山里，分山里。時鐘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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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行路，見用滴答滴答永遠唔會行錯。也行到嚟，也做乜嘅？按部10點 and 掉強下來曬木，按部10點 and 掉強下來曬木。